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以基督愛心為本，以孩童需要出發，提供學前教育服務已經超過50多年。我哋一直以孩童為本、愛心為本、美育為本嘅精神，設計優良嘅學習環境，配合優秀嘅教師，強調幼兒個人嘅成長，按住佢嘅能力、需要同興趣持續發展。信義中英文幼稚園重視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，設計一套適切嘅探究課程，有系統咁為佢哋喺各個範疇打好基礎，具有良好嘅英語同埋普通話嘅語言環境，小朋友能夠喺自然語境之下，以英語同埋普通話同人溝通。校園嘅地方寬闊整潔，課室設備齊全，令到小朋友喺動靜嘅環境中學習同成長。南昌幼稚園秉承基督嘅愛，致力為孩子提供一個全面具個性發展嘅教育模式。孩子天生好奇，中意同周圍嘅世界互動同探索。近年，我哋將自由遊戲融入日程活動之中，讓幼兒發揮創意、想象力、社交同解難能力。過程中，幼兒喺自主、冇拘束嘅情況之下去玩，玩出真性情，使到孩子喺開心愉快同冇壓力嘅環境之下學習。活潑孩子，活潑校園，係將軍澳幼稚園小朋友嘅生活寫照。佢哋經常喺親子學習日同家長同埋同伴走入社區，認識唔同嘅事物，使校園生活充滿活力。而學校課程以繪本為核心，從閱讀建立理解同埋運用書面語嘅基礎能力，並感受人與人、人與物之間嘅關係。更推行雙語班，喺課本學習英語之外，有好多運用同接觸英語嘅機會。生命幼稚園係一間充滿生命力嘅學校，學校佔地超過2萬尺，透過校園環境嘅創設，讓孩子喺遊戲中進行有意義嘅學習，着意培育學生良好品格，擁有生命孩子 LIFE 嘅特質，讓孩子嘅潛能被發掘、被睇見、被尊重。沙田信義幼稚園貫徹締造愉快學習環境，通過專題研習同埋繪本教學，讓孩子樂於學習同探索，喜愛閱讀嘅生活，拓闊視野，培養良好品格同愛主愛人為目標，對孩子抱住至誠關愛之心，啟迪思維嘅使命感，藉住每日嘅校園生活，滋養孩子快樂健康成長。長華幼稚園分別有正校同分校，學校地方寬敞，幼兒喺3年嘅學習裏面享用不同嘅設施，以發揮佢嘅潛能。學校唔單止以孩童為本、愛心為本，更加以美育為本，透過老師輕鬆愉快嘅活動，促進孩童喺音體藝嘅學習，活出美善嘅人生。以孩童為本，建立關愛校園，創造一個愉快嘅學習環境，身心靈均衡發展，培養良好嘅品德，自主快樂地學習，開拓孩子各方面潛能，展現天賦給予嘅恩賜。信義